救救我耶穌！又行錯啊！唉，我真係講明一件事，唔熟路唔緊要，兜多啲路都唔好亂黑線，知唔知？早晨啊，咁多位，咁依家咧係朝頭早嘅8點半，咁今日咧係2022年嘅12月31號。咁眾所周知，粵車南下咧第一批係23號，咁我咧就冇趕到23號嘅頭批，但係我一定係最後一批。點解咧？今日最後一日啊嘛，係咪先？咁啊，今日揸呢一架型嘅過去，搞掂晒所有手續啦，出發去體驗下喺香港揸左軚車係咩 feel 啊！我哋而家睇到後邊咧係港珠澳大橋噶啦，咁然後咧我哋呢部係南下車，我今日特別揾咗個朋友陪我一齊去過關嘅，咁就揾阿奶嚟。Hello， 大家好啊！嗱，咁阿奶咧呢一架車咧就係單排嘅，咁佢嗰個咧就係等於北上我哋南下，咁我哋組個團一齊喺港珠澳過去熟悉一下究竟香港揸車有啲咩要注意嘅，同埋帶你啲好嘢玩。咩好玩？內地車輛有分。好 ，OK， 明白，陣間見。489。係啊，今日第一個唔好意思啊，今日第一個過嚟嘅，所以仲有一個粵車南下嘅通道咧，就1、2號通道嚟嘅，咁然後嗰度一般都係封住嘅，就係避免有啲揸藍牌誤闖嘅過嚟，咁啊所以你入嚟嗰陣一定要同你講清楚，我要粵車南下，俾佢睇清楚個車牌啦，咁佢會放你開㗎啦，就咁簡單。始終記得一個原則，粵車南下每日得100架，所以數量少，呢個前提之下，佢哋會審得比較嚴。講多秘密你聽啦，其實我係第一次行港珠澳大橋啊！喂，實拖拿，係啊，真好運見到部實拖拿。你出發去香港之前咧，有2樣嘢一定要準備㗎。第一件事就係易通行啦。咁其實呢易通行辦好咗之後，我哋已經貼咗擋風玻璃啦。咁其實你係要入錢入去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係冇得扣錢嘅。而呢一樣嘢其實係比較似我哋嘅 ETC 㗎嚇。咁當我哋要行過隧道，譬如紅隧啦、東隧啦、西隧啦，過去之後佢會喺你個帳戶入邊去扣錢。冇錢嘅話咧，咁你就弊家伙啦嚇。第二個就係八達通啦。唔好以為我哋人坐公共交通過去香港玩先至要用八達通。八達通咧，如果我哋遇到一啲係冇車牌識別嘅停車場嘅話咧，就要用八達通嚟拍卡入去噶啦。所以咧，我哋先至會見到咧，之前有人咧因為冇八達通而入唔到停車場啦。所以記得準備呢2樣嘢啦。當然，如果你係真係冇帶到八達通，你想要應急嘅話，用 Apple Pay 呢度可以直接註冊一張，只不過係你冇得拍卡，而係拍手機。出車。玩嘢，哇！直接上橋未開波就收咗142蚊。嗱，依家咧正式揸喺呢條港珠澳大橋上面啦。咁咧呢度揸車嘅話，如果你唔熟邊條線，咁其實最好就做咩咧？行中線。咁你過到香港咧，一定要適應第一個規則就係咧，唔好長時間佔快車道啊！呢啲規則而家喺香港你肯定係要抄牌㗎。可能大陸冇人治到你，但係呢度咧有罰單會俾你。嗱，呢一段咧其實仲有一個適應期嘅，因為你未完全入晒香港關咧，所以條路嘅規矩都仲係按翻大陸咁樣行嘅，咁所以呢一段路牌唔同咗，但係你可以適應下先。依家就真係叫正式喺香港嘅道路上面揸啦。咁啊，緊記一個目標就係你要超車嗰陣咧，你可以靠右出去，跟住超完車翻埋嚟。如果唔係你長期佔快線咧，其實係一個違法行為嚟㗎，所以一定要記得。而且咧，香港呢個通行率都係比較之高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邊咧，其實一定要留意控制你嘅車速啦、車距啦，然後記得要用你嘅呢個倒後鏡啊。好。咁
呢個粵車南下咧，其實佢係2 part 嘅，一 part 係入市區就會掛車牌啦，另外一 part 如果你真係想坐飛機嘅話，或者嚟機場接人嘅話咧，咁你就會泊嚟呢一個轉機停車場嘅。咁依家嚟講咧，100蚊泊3日，咁其實係非常之抵嘅。但係佢優惠政策過咗之後咧，你可以再睇下咩收費標準啦。反正坐飛機掛單牌係可以嚟呢度，記住預約嚟呢度係要有真嘅機票行程單㗎嚇，唔好搞錯嗰壇嘢，唔好話我就咁兜過嚟啊玩一轉啊走翻轉頭係唔得㗎嚇。咁啊，仲有一個，如果你真係嚟坐飛機咧，你記得嚇要退稅，因為每個人咧可以攞200蚊港紙嘅退稅嘅錢，咁你攞去食嘢消費係幾好啊！好，上車，走啊！嚟香港揸車咧，你最驚嘅咩？唔識路啊嘛。咁其實你用導航咧，我直接用高德導航，因為高德導航咧而家其實係全球都會有地圖包啦。哪怕我去泰國啊、馬來西亞，其實我直接着高德咧，亦都可以睇到具體嘅路況。咁所以人生路不熟，你唔知用乜嘅時候，開高德，香港都用得。據聞呢一條路咧係全香港限速最高嘅公路。應該冇錯啦吧，限咗110嘅，而且咧呢度咧其實對於超速都比較之敏感啊，所以冇超速啊，記住冇超速啊，超咗你真係喺邊度都唔應該超速啦，真係80啊，而家有邊度？係咪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啊？準備啊？旺角？我點知道邊度嚟係呢個旺角啊！救我耶穌！唔好救啦，而家又行咗好多冤啊！又行咗啊！冇嘢嘅，你行錯幾多次？經一事長一智。嗱，講明一件事，唔熟路唔緊要，兜多啲路都唔好硬 cut 線，知唔知？行多幾次，永遠就會中噶啦！你第一次嚟呢個地方，係咪先？但係我當年第一次去馬拉，我都未試過行咁多次錯線嘅，唉，真係。去到香港嘅迴旋處咧，一定要知下，入去之前要睇下入邊有冇車，有車要讓入邊嘅車行晒先至好進入。咁離開嗰陣咧，你記得睇清楚你條車道線。如果你要 cut 過外邊嗰條車道，係要侵入人哋嘅車道嘅時候，你一定要讓人哋走咗先至好進入。記住路權為上啊！之前咧就因為喺新聞睇到咧，有人因為去食飯而俾阿 Sir 抄牌嘅，記住嚇，雙黃線係100%唔可以停嘅。咁單黃線咧，你亦都要睇頭頂上面嗰個禁行嘅標誌，講你聽究竟幾時可以停，幾時唔可以停，而且唔可以收鏡離開架車咁泊喺度。臨時停靠係 OK 嘅，所以你如果真係要停車嘅話咧，記得一定要揾停車場。其實停車場我覺得都唔貴啊。嗱，呢啲 stop 位咧係100%要停低。觀察下路面都冇問題，你再過去嘅讓嗰啲咧，你就可以留意路況，跟住再並入去主路，所以一定要睇清楚路面啦，唔好一見到路口就駛出去，好快㗎出面啲車。你哋識咁多車啊？呢架嘢值幾錢啊？嗱，呢個路口咧又好考人嘅，但係你見得到咧，其實嗰度係冇嘢 set 喺個路中間嘅，咁意味住你喺呢邊嚟嘅車，你應該係入得到去嘅。咁屬實有車係入到去嘅，你睇個路牌，你會見到上面其實係唔俾行摩托車同埋唔俾行汽車啦。咁啊，但係咧又有車入去，係點解咧？睇英文可能會睇得明啲，因為佢其實就係如果你係呢入邊嘅人，你有呢入邊嘅通行 permit 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入去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呢入邊嘅人話，唔係送貨入去嘅話，你其實唔好過得去嘅。咁所以呢條路一定睇清楚，而且喺香港揸車咧，睇清楚上面嘅路牌，因為好多人可能唔為意就覺得條路點行啊，係啦，上面啊講清楚你聽，有啲咩得，有啲咩唔得，特別限行啦、泊車嗰啲位啊，注意向上睇，抬高頭啊！嗱，睇完呢條片，你肯定知道嚟香港揸車要注意啲乜啦。咁下一條片就會講你聽，粵車南下，我哋會有咩着數。